馬可福音15節，耶穌咁樣講到，呢個時間到了，上帝嘅天國安全了，係悔改嘅講。但係呢，因為而家冇悔改，而家冇得救，然後佢講係相信福音，但係相信福音呢，因為喺福音嘅方面，能夠本自己得救。福音講到咩呢？福音都係講我上帝，耶穌基督能夠救世界。耶穌基督是世界，為了贖世界人類嘅罪，嚟撒相信佢得救，呢出係福音，福音最好嘅消息，本世界人類有得嘅，嚟撒要就真嘅心，嚟相信耶穌死了復活，世界就得救。嗱，呢個聖經講緊啲時間到了10分鐘了，所以世界係用猛悔改。根本而家聽到呢個福音，一今日嘅天悔改，相信耶穌基督係一個救主，即刻得到永久嘅生命。阿門。